倒来，隔壁住一个精神无稳定的厝边，真正袂输是安一粒无定时的炸弹，不管是拢互人心惊胆吓。家己铺主一个90岁老先生，正月初5的暗时，甲太太甲牵户伫厝内底咧食饭，住伫隔壁37岁单身男子雄雄冲入来，甲老先生拍倒在地，甚至是拍假爱住这个家户病房。但是拍人的过顿工，就去由警察甲放出来了。附近的乡亲真不安，希望会当甲这个厝边强制送病院，要若无社区袂安宁。 90岁赵老先生倒伫涂骹，这看路是惊甲叽叽叫，又有一个男子向勇冲入来，一直咧拍老先生。警员接到报案，来到老先生因兜，伊的表情真惊吓，面上拢是火。正月初5暗时，老先生甲伊的太太也有看路，伫厝内咧食暗顿。 但是住伫隔壁37岁单身男子向龙爪撞入来，老先生请伊离开，又煞突然间情绪失控，甲老大人拍啊倒伫涂骹坐，看路赶紧翕相录影报警。伊讲你莫入来啦，伊就那讲遐摆啦，后面阮阿公遐摆啦，有哪去人家去足一摆，毋是干那来阮遮。 老太太讲，厝边斗甲伊根本就无熟，向勇从来甲老先生拍啊带入去家户病房，会知影才稳定落来，转到一般病房。住附近的人嘛讲，伊的情绪无稳定，互大家拢真惊。拢人个厝拢爱探来探来安尼啊。警方表示，男子侵入主体，甲这伤害罪，需要被害人的家属提告，才会当受理。目前只会当暂时先放人，但是嘛，附近的乡亲拢真惊，毋知啥物时阵会无缘无故被人拍。